后来乡亲啊，过来是国家的大门，机场的跑道出状况咯。顶礼拜六可能是因为连滚降落雨，桃园机场的滑行道竟然出现45公分的凹窟啦，都惊会影响到飞行的安全。部分的班机改降落到北跑道，结果误到121班的航班，平均慢点是52分钟。 机场的出行道看到规大片黄色落落垃圾水，这是顶礼拜六桃园机场的情况。疑似因为连续几天的落雨，地面出到45公分的窟窿，班机紧急改降北跑道，但是造成121班延误。李伟传记者前往机场关心。热心的网友从不同的角度提供给我。 那么，尤其从这个 Q 航道转这个 R 滑行道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看到了很多的补丁，看到很多的这个黄浆，他们担心底下有掏空的问题出现，所以他们希望说委员你一定要亲自来看。其实去年4月就技术翕相卖完，这桃园机场出行道四界拢全窟啦，一落雨就积水，地势机轮磨损，甚至有旅客批评机场跑道品质真歹。 过去我们可能台湾人都比较接受东西用坏掉才修，不过现在要改变，变成所谓这个预防性的维护，英文叫做 preventive maintenance， 就是不能等到东西坏掉才修。桃园机场改采预防性的修补，但是因为机场运量大，若是想要爱看到这平平无窟来出行道，恐惊阁会等一段时间。